兔死狐悲。從前有一個老伯伯，當佢經過森林嘅時候，睇見一隻狐狸喺一隻兔仔嘅身邊，喊得非常厲害。你死得真係慘啊！真係奇怪啦，狐狸竟然為咗兔仔喊得咁厲害。問下先。狐狸，你點解喊得咁凄涼嘅？兔仔俾人射死咗啦！我哋呢啲體型咁細小嘅動物，都係獵人捕獵嘅對象。下一個俾獵人射死嘅，可能就係我啦。我點會唔傷心痛哭呢？唉，你哋畢竟係同類，兔仔死咗，你傷心難過都係可以理解嘅。兔死狐悲呢個成語就係用嚟比喻因同類遭遇不幸而感到悲傷。